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柬埔寨诈骗的事件，是互大家拢真着惊。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在走行程的时阵，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。啊，台北市长郭文提示讲，台湾若安居乐业会当讨食，是有食想要去柬埔寨的。郭文提示靠西蔡政府防诈骗拢无步，敢若只会当派警察到机场举牌仔来宣导。啊，国民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蒋万安嘛批评政府无能失职。哎呀，水啊，等来，水。认真听简报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拜会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李庆元，啊，除了请教市政的问题，嘛大声甲民众讲，爱注意柬埔寨诈骗事件。对，我想也要提醒所有人要注意，任何的酬劳跟工作的性质有过大的差异，都要提高警觉。国内也一样，国外也一样。陈时中大心提醒，不过台北市长郭文提说对中央真不满。不高兴的是，怎么会是警政署长到机场要看警察举牌？这哪一门子的？那就是说，我们遇到问题呢，你要处理问题，怎么会国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这个样子？这实在是，哇！这你说生气，人家生气还不如说那无言呢。这太好笑了吗？那靠西蔡政府无在调处理代志，郭文提嘛骂中央，敢讲这就是蔡总统出来讲的幸福台湾。那是台人生活当过得真好，啥人冒险去柬埔寨，应该认真看待人民生活拄到问题，莫让台湾人变作是低压的红台。本来政府应该要负起的责任，现在媒体报道有4000多人在柬埔寨失踪，其实我们非常担心。这显示出政府的无能跟失职。其实，虽然我们在柬埔寨没有设代表处，但是外交部责无旁贷，政府其实不能如此就束手无策。我想这个是让人心寒。那被做伙贴中央，柬埔寨风波继续咧传，冒蔡政府偷看莫里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